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咱们来登台湾看家内事。在违法亲像囝儿逝世要分家，分了家伙，嘛要学着开钱的方式。规家口啊坐落来，好好啊讲详细，较赢话声，你错我对，对国家一直咧顿地。今仔日，两位议员、专家学者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国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刘美凤。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资深媒体人谢浩志。大家好，大家。那么第四位是民主进步党台中市议员林德武。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看卖这个在违法的争议一直拖到即马，中央甲一寡地方政府互相呛声，有民间团体批评修法说法家唔对，实在是真罕。那么行政院的发言人指出，台北市的统筹税款增加，应该要规划了后再来使用。台北市政府嘛批评行政院公开承认要抬掉台北市的预算，市政府甲市民无法度接受。在违法的争议也未煞，民间团体提出批评。世界共和协会理事长张耀平讲，这项修法因为法条内面的公式错误，造成各县市统筹分配款差真多，也和地方的财政蒸发几落10亿，造成100亿等级的财政黑洞。地方县市的19县市，本岛19县市，通通写成22县市。它全部都包含了离岛的3县市，也就是本来的离岛保障根本就会变成离岛惩罚。民进党嘉义立委蔡叶瑜替农业官请命，主张将分配款当的财产税成长率改制农地比例，守护台湾粮食安全，也公平反映农业关系的实质贡献。就把这10%变成农地比例，那这个切换起来，至少对于守护台湾的粮食安全，对于所谓的一个偏乡，才是最卑微的一点点的提高而已。现在要修的只是16条之一，有关于离岛的部分。我们党陈学顺委员他已经有提案了哈，那这个来推，大家如果有共识，很快就推过了。中央地方也继续呛声，对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伫 FB 发文讲，假使台北市明年一份建设，就要家己付60亿。去10年爱付650亿，不过这10年来，台北市加体统筹税款会超过4000亿，相信会当好好规划使用。台北市政府讲，行政院第一遍公开承认要抬台北市650亿，市府甲市民拢无法度接受。这纸公文砍的不只是台北的捷运建设，更波及高雄等各市。发言人这个巴掌，难道是要打在陈其迈市长的脸上吗？蔡婉言讲，行政院继续倒手互你正就甲你扣起来处罚，违法统删一般性补助款，恶意受恶项补助办法以来，抑搁甲一般拢是中央付的学校的电池、公园路顶的电池补助，变做地方家己出，相信社会大众拢看袂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他拄仔看到这个新闻片吼，你千万唔通掠做讲啊，这是恁政治人的代志。甲阮民生无地带，哦，这毋是政治事，这会实实在在影响到地方的财政，乃至到可能你的囝儿逝世咧读册会受到影响。所以吼，拜托，用1点钟的时间好好来想一下吼。头一个9月13，道议长吼有请到这个各县市的这个市政府吼，到行政院来共商有3大点。这3大点，我小他用这时间去读一下。讲哦，这新版的在违法的规定之下，无法度周边这个总预算，因为这个所谓要有4165亿，而且台湾半制地方的统筹分配款当中，等于中央的这个税金减少了4165亿。啊，已经增加个国防外交公共预算、科技啊，甲依法再依法啊，来债务成本爱用钱，
吼，我已经借钱2992亿，吼，而且你若搁叫我去借钱，我会违反着公债法所定的15%的流量的上限，这我感觉是违法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若是因为这个无钱，所以甲一般计划性的款，甲统筹分配款来同时间来欠借，吼。补助款，甲这个一般性的特别计划，拢甲减少了，嘛是违反，因为本来咧发是应该的应啦，吼你甲我减少，你就无应该，吼这嘛是违法，吼这小等可能各位会当来发挥吼。第二点，要落实地方自治的精神，事权应该连同回归到地方，就是了头开始讲，你要分家，家迄个分过去，你就爱会晓饲鸡啦，吼但是也着车也着卖啊，迄监督的机制伫倒位，吼而且迄天房啊，爱定伫倒位，这也无定嘛，吼显然爱修法，毋那是讲干那迄16之一，该收的离岛啊尔，吼第三条，整体分配计算公式偏重着人口甲营业额的指标。无可能人口结果，你拢是遮济人，但是我的人甲你的人无共款，你是富人，我是真正的人啊，吼，我这拢老大人，拢是大人啊，吼，土地管理成本啊，农林渔牧工商属农土地拢是啊，这吼我要先这个违反惯例，要请2位地方的这议员哦，先甲我讲，吼，就恁所知。这个新版的那是无修法，恁会产生什么问题？来，请。其实即摆的问题吼，就是讲伊吼22乡镇市吼，迄本来吼钱吼是总共是遐尼济啊，应该是讲离岛的部分分离岛的部分，啊本岛的部分是本岛的部分，但是伊即摆的问题就是讲吼，伊离岛本岛吼，伊拢全部。除以22就对啊啦，离岛伊嘛除以22，啊本岛伊嘛除以22。比如讲，恁的主席讲这小瑕疵啊。嘿，这是对，这就是亲像咱主持人讲的共款。当然，这还是要回归。我无讲小瑕疵，我讲恁主席讲小瑕疵啦。对，就是像这个部分呢，其实我感觉应该爱回归到这个法律的部分。啊，那就咱新北市咧，就咱新北市当然，我听恁市长。讲啊，像我哀怨的，讲吼，阮吼拢感恩啦，吼，阮的人均吼摕到是上少的，吼但是阮拢一直拢用感恩的心情，但是你会感恩未？我嘛是爱感恩啊，毋管摕了济啊，摕了少，啊你无感恩，佫会当安那？但是主要是讲，其实台北市人口比咱少嘛，但是伊摕比咱济。这部分相对咱来讲，咱嘛是会感觉讲。所以你有认为道议长的第3点讲了对毋对？我感觉讲是安尼。伊讲吼，这毋那是人口甲营业额的问题啊，人口的比例内面的成分嘛无共款啊，因为你新北市后都市后乡村，吼，相对的乡村所在。要需求嘛无共款啊，比如讲你7千郡遐，拢是啊老大人啊，长照爱需要啊。你难道你无认为讲应该连这爱来好好讨论吗？是，这就是爱分做讲一般预算啦，吼，甲这个特别都是计划性的补助。因为即马统筹分配款内面，敢若为着敢若用人口甲营业额做主要的指标嘛。但是道议长会认为讲无喏。你即马吼，佫有其他的即个成分，嘛爱大家好啊坐落来看，你有赞成无？你对恁新北市较有利呢？我是感觉讲这部分，还是讲无啦，你就感恩安尼就好啊。无，咱除了感恩以外，咱嘛是共款爱坐落来。你看即届遐尼济乡镇市出来讲来讨论，想讲要甲行政院紧来讨论，讲咱来安怎做？咱345亿，才会当讲紧来分好交运，分好大家欢喜安尼。所以讲，我感觉即马确实是影响到咱新北市。虽然讲咱一般预算吼，咱是讲就是讲。
伊讲授权互咱新北市，但是重点是讲即个其他的预算，啊，你变做讲，咱爱看人面色，爱讲去无啦，恁即摆算做恁即口罩算做相对有钱的啦，人有诶更较无钱的。即我先听，即咱台中市吼，林议员，恁来看卖，若是安尼本来对恁台中市有啥物歹的影响？主持人，咱即届来讨论即个财政违分法的即个修正吼，其实咱即个俄国回倒转去过去这一年，包括1年前，伫立法院送案入来要来做审查讨论的时阵，咱有剩即马有即个讨论的机会无？如果当初所有的版本各县市大家拢来讨论。莫讲即马火车开过啊，事后咱再来遮讲，遐也无公平，遐也无公平。其实财法法的即个修正，毋是即2当才讲的尔。为民国88年开始到今嘛，所以即个物件，当然我在主持人希望我讲到即个版本，当然我嘛无接受啊。阮人口数台中市即马是全国第2大的城市，对呢吼。而且阮的人口数是成长中的。阮是一个过迄成长的即个城市，那台北市伊是首都啊，首都咱过去拢讲的重台北，轻重北轻南，啊无台中，啊结果今麦过去咱把所有的资源经费，咱拢挹注伫咱的首都台北市。那首都其实讲实在啦，首都伊基本的建设也好，还是讲伊的交通建设也好，拢已经超过台湾这个平均之上啊。其他县市咱应该爱去均衡台湾的发展，所以我感觉即届台北市佫摕到上悬的这个补助，我感觉这无合理。这个部分你包括新北市，伊嘛404万的人口数，这个部分伊需要去处理的。所以以你台中市的利益来看，你认为除了人口数甲盈利事业的营业额以外，你认为要带起什么标准来看？包括头阵咱的蔡议员讲的。相关的，你的包括你的面积，包括你的这个城乡差异，台北市是几乎8成9成拢伫都市计划区内底啊。啊，咱若像咱伫台中，包括新北可能嘛真侪，咱过去的乡镇市，伊的发展，包括伊的农业，还是讲伊相关的这个条件，这个无地起来咧。袂，这个部分其实所以我回到等下主持人头前讲，我讲真可惜。这个财法法的修正是要帮助到咱台湾各县市会当平均来发展，但是咱过去无这个讨论，包括为什么县市长的意见是即马才提出。如果过去1年前的这个修法的时阵，公听会，互咱的各县市的意见会当充分讨论，大家来做整合，我想这会更加好。喂，我总是一个较乐观的甲当做一个叫咱英语叫做 happy problem， 就是讲咱大家地方大家拢有钱啊。好啊，坐落来好啊讲，但是即摆是分袂春车的问题啦我请何志先来讲，咱往事莫搁再提起啊就是讲即摆头一个，我到目前为止还无看到行政院的版本，行政院的版本在哪里？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因立法院党团的意见就是讲，我敢若收16支伊就好啊，你认为咧16支是一定爱收啦，那个迄个物件袂，唔是讲你夫妇用解释用解释当过啦，要毋过行政院无版本，拄仔讲无讨论，就是安尼嘛。顶届咧讨论的时阵，行政院总统太就讲，即马即个就上好的版本啊，我无要摕啊，民进党嘛袂当摕啊，对不？哪一个县市敢拿版本出来？总统太讲即马就上好啊，不要那讨论。所以你认为行政院到？可能到下礼拜到会期开始，伊即马就讲我无要甲你讨嘛，伊嘛无要讨论嘛，伊敢有要摕版本出来，对无？即马我必须来讲，国民党迄阵修法草率，迄是真诶，无你本来可能19啊，甲22创唔对去。要毋过讲实在话，就是说，伊迄阵就是因为大家无要讨论嘛，所以我只有安怎做，甲钱收来分落嘛，原来你不安怎分就安怎分，我摕较侪钱落来嘛，要毋过即摆的问题是讲，立法院嘛甲一寡税收刷过了后，行政院讲安尼我支出嘛要减，
我台的比立法院口摕入来搁较济，所以即摆来哀嘛，吼，各管区咧哀嘛，因为讲即摆无错啦，你今日我们财话嘛，不能是安尼，我希望地方财政能够自主，好，希望你有更多的自主，啊，不过你看偌千的其他讲啥，还是希望说我政府有帮助你地方的能力啊，所以讲钱嘛，现在靠我家，即摆就讲。钱就较济，是要坑大尔，啊，上要做主嘛。吼，理论上来讲，一直的说法都是讲，地方拿到更多的财源、更多的自主，互因家己去用。你政府，你地方卖管遮济嘛。吼，你拄仔讲的讲，什么人口啦，这物件，本来吼是无咧去咧公司内底，要么本来有嘛是有这个精神在内底啊，有一寡幼托的、社福的，吼养那个照顾老人家。迄有一寡是原来是地方政府咧做嘛，我钱发落，啊，你地方咧来做嘛，所以你即马讲，即个拢要落，吼，拢讲这我钱较济互你，啊，毋过这你家己地方爱做，你若是要安尼做的时阵，吼，你个公司就爱有这物件，吼，因为原来这有大部分是中央咧拨地方咧做嘛，啊，你即马地方咧做的时阵，你公司就爱有这个物件。要不过，大家现在的今麦燃眉之急是讲，你今麦吼拄我讲的，你22甲19迄物件，你也先修过嘛？啊，后壁迄物件是讲，你认为这是小瑕疵吗？我觉得迄就是不应该发生啦。你讲大事，啊，你即麦总统讲的真的嘛？你法律写到安尼写到死着，我就有一寡物件，我就袂当分嘛，吼。要毋过，你即马大家咧吵的，毋是因为迄啦，吼，但因为吵的是讲，我立法院找钱来，啊你行政搁抬较济嘛，啊你讲真正要安怎分配，这物件是讲你行政院要有意愿啦，吼，你有要来讲，吼，各关系就来讲，要毋过你会看到讲顶届就是无要讲嘛。但是伊即马找人来讲了后，讲一支长长啊，你嘛爱摕出来互看嘛。对啊，伊即摆你卖讲财话嘛修法，伊即马还迄各关系的分配公司，伊嘛无咧互你看啊。这我来问蔡老师吼，蔡老师，这个行政院的态度，我认为是安尼吼。蔡老师，你才会听话嘛，就是讲，不管坚定如何，我即马要我做一个执政党，我执政单位我来好好处理。互代志安怎顺利，我就安怎来处理，卖管民水的问题，敢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看讲，导院长嘛是讲甲真春车，讲甲要来啊，大家来参详啊，难道无要后手去继续做这项代志吗？其实是安尼啊，这件代志是拢你搁安那分都拢分袂白啊。哈，因为绿色的官司讲，阮过去无法度，啊，是毋是爱加较济互阮？啊，好也官司伊讲，我即摆摕到这笔钱啊，吼，但是你摕到啊嘛，吼，啊你一般的补助款，伊讲中央就讲，我即摆较无遐有钱啊，毋是我心肝硬啊，我无法度互你啊。但是地方台北市长就讲袂使，啊照过去，啊若要安尼用吼，会苛刻啦。什么意思？但是因为你爱照过去，是因为依法有据啊。对，但是一般补助款毋是法定的义务支出啦。而且法律顶头写都应啊，应该应。伊伫财政收支委员会就讲，伊讲中央会当得足以补助互这地方，但是讲我看情形，我看办事。我看法条是写应该应啊。伊第30条就看一得的意思就是讲，我会当分，就看你。我嘛会，我看你的精神，哦，啊，你若甲解说讲，这就是法定义务的支出。伊也毋是讲法律规定啊，法律规定就是讲偌济钱算互定嘛，吼，啊，这毋是啊，啊，所以我的感觉是安尼啊，就是讲，枵的时阵你吵，我感觉有道理，哦，无摕到，我当然嘛吵，像这有其他的官司，但是你罢的时阵袂使去吵啊，你已经摕到遐济钱啊，你去讲，哦，无，你过去这拢有，啊，全部拢互你就好啊，啊，你爱知呢，绿色的官司要安怎，遐个无捷运的官司要安怎？吼，有农业人口的，有老人人口的。老师点出问题了后，是，但是即摆问题要安怎解决？爱互因爱讲到互伊良心发现，讲啊对不住，我唔是，大家叫来讲的时阵，吼，
咱就要确定一寡原则，吼，你有着摕较济啊，吼啊，所以这个部分你有可能要减少，还是讲你爱用这个钱去开你过去，吼，中央互你迄个部分，吼，啊，这较弱势的县市，无永远遐弱势县市都无法度啊，迄足艰苦的啊。我要讲的意思是安尼啦，台北市过去安尼摕足济啊，新北市嘛袂少啦，吼，啊，台中安尼有，但是大家无一个会平的啦，你甲讲啥伊甲伊讲无，我要上济。啊，拢互你上济的时阵，中央要安怎？伊的国防，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甲卫生，这不是有理无理的代志，这是互相爱巧了有同意。对，啊，而且你即马吼，足简单的啦，你即马台北摕遮济啦，连讲你若国民党执政的时阵哦，好，你搁照这个公式看卖，国民党来讲袂使，我中央我权力爱收回来。我意思就讲吼，大家拢退一步啦，你莫讲你坚持哦，一定要安怎啦？我问你其他县市要安怎？吼，是。还是因为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做想要知影，因为我发觉讲做者观众朋友可能无了解是讲，究竟咱即个公司到底是咧讲啥物？因为这真正是足复杂的代志。啊，做者观众想要知影，我是讲爱厘清一下，就是讲即马吼，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咱拢希望讲，咱医师部分会当去补一寡较需要的一寡县市嘛，比如讲咱离岛的这人民这县市，所以讲咱离岛，所以我拄则一开始我就讲，离岛归离岛，本岛归本岛，啊，离岛甲本岛的预算。无应该爱共款，应该是讲离岛应该是爱较济。这我相信大家有共识。对，大家共识。但是即摆问题就是在讲离岛敢若三个所在县市，但是伊爱除以22呢，3个伊这预算爱除以22。无啦，恁国民党党团嘛讲这来修啊，这小瑕疵啊。我的重点就是讲，其实这部分应该爱先去厘清，就是讲离岛的部分甲本岛的部分，啊，若是厘清了后，爱除以3甲除以19的部分。议员，你放心，咱的观众朋友拢知，这项代志咱讲3摆个。哦，安尼讲3摆，讲3摆个，这大家拢讲。另外就是讲，咱即摆为虾米讲，咱遮所有的咱的市长啊，拢足急的讲，应该爱紧来处理这件代志啊，因为这每年预算即摆已经9月啊，即摆若无处理，明仔载明年哦，真正足赶的。我看若行政伊迄个版本若无出来吼，明年。恐惊会袂赴，所以这都是咱遮市长啊，咱遮一直足。无啦，修正案吼，在我所在，何是是毋是安尼？就是讲，如果若无安尼，要编预算，要创啥真麻烦，咱就写一个日出条款嘛。讲咱这个修法吼，到116年度才来实施，吼啊，好好来讨论，来细节来讲啊好，有一个这个。而且中间佫有一个过渡的条例，比如讲爱3年到。3年左右的过渡的条例，这立法院嘛爱来制定咯。不是啦，所以你即马是讲你法律无修，你预算要哪边？所以这议员讲的对，即马起码是赶，你不管修了好啊歹，你爱有一个物件，才有当变预算。我意思是讲，我先写一条。不是啦，你先写一条，你讲我回溯嘛，还是讲？不是，我讲我日出，我即马下年度还未实施。下年度大家讲好，安尼划分了后，才来实施。反正等25年啊，加一年。你即摆意思是讲，立法院今年收的拢无算，毋是无算，就是讲后年才来实施。把延后实施嘛。好，反正等25年啊。你安尼做吼，第一个啦，国民党袂同意；第二个，各县市嘛袂同意，因为我拄仔讲啊。这个铺哦，原来立法院是有互伊较大，是行政院抬掉的。吼，你即摆讲，我这物件看会到，食袂到，吼，你各县市嘛无爱，因为你不管安怎收，即届各县市理论上摕的是拢比原来较济啦。其实讲有人讲伊若摕较济，我会较少。其实每一个县市拢较济，吼，所以你甲我讲，我按照旧制。无人会同意啦。好啦，你少年之心度我君主之法啦吼。我先请蔡老师，你认为我这是这是照这个时程，就是讲明年无法度实施啊。吼，你这修法1个月来修法调，吼，照你讲爱，算讲爱等候这件代志，就是讲明年才来处理啊。吼，因为你9月份啊嘛，
吼啊，搁咧编另外一个年度的预算啊嘛。但是侯志讲的嘛有道理啊，伊讲我看会着，食袂着，我哪有可能轮到这块亏？因为恁当时甲你好好啊看，吼，行政院咱今日约好，咱莫搁讲去当时啊。行政院有甲你讲，这个公司内底吼分母有问题，你阵你着爱听。啊，即马你食着这个效果的时候，你家己爱知影讲啊，无法度，吼。想当时去当时抽当时哦，讲袂出车。我如果只修1/16，对不对？吼，我一个月我就甲你拼过啊，我哪会拼袂过？对不？一条呢？只修1/16啊，你一定是爱全体爱来看。伊即摆伊修法了安尼啊，1/16新修了，无可能啊，无可能换到新修啦。来，议员，我是建议讲，当然这个分母的这个1/16，这要先来处理啦吼。但是我来向跟各位观众报告就是讲。咱来大家来想看卖，如果连这种较明确简单的问题，拢会修法写唔到，这个修法的过程是毋是阁有真多咱无去注意到的？所以我感觉国民党莫讲国民主的尔，顺着这个势，要1/16来修正这个分母离岛县市的时阵，咱重新来阁来检讨一届。我感觉这是一个双方拢来找到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和解，也是讲咱对着即马，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讲，乡亲可能咱的观众要对这个数字，包括咱议员，也是咱各位咱的这个大家讲迄个老师，大家要讨论，甲有拢有各自的版本啦。但是这个物件唔是伫咱节目去讨论的尔，我也是回到倒来讲，咱爱伫咱的立法院、朝野，包括民进党党团，包括国民党党团，包括行政院相关的版本，然后爱开时间。袂当仓促，你袂当赶火车，吼啊！当然，咱即马1/16，这显而易见的要来加速，吼啊！大家爱有一个期程嘛。你分母来调整了，你345亿，你才有才调处理，啊无你囥伫遐完全无才调动，这嘛唔对。啊！你即马各县市，咱伫即个9月，我上陆续拢已经市政府拢达即个预算，新年度的预算已经送入来啊。其实伊嘛有拢有一个预算表入来啊。啊，咱着足会当处理，咱先处理。如果最后有新增加还是啥，我想这人间搁事后这个一个入去咱的各县市政府，这伫这咱相关的这个主计的这个做法上，这应该毋是上大的困难点。但是我也是感觉爱有这个充分的讨论啦。主持人讲的，我认同。过去咱莫搁讲啊，但是爱借这个机会，双方包括国民党、咱多数党、咱行政团队，大家拢爱各自。为着生存咱更较好的台湾，大家共同来合作啦。我感觉这才是重点啦。我要请教何志吼，因为过去要修这个法，其实2党还是3党拢会开这个公听会啦，吼。啊，行政院的人嘛来听，行政院嘛提版本，党团嘛提版本，吼。尤其这高度的这个技术性的这个法啊，这边分了会存车，内面有寡数字。拥有上大数据的，就是中央政府啊，应该是因提出版本来，互因来嘟嘟，安尼毋是较紧。伊即届即届修法，其实有开公听会啊，各县市嘛有来，你敢会记得有一届陈其迈去，结果因无爱回无爱开嘛，对无？嘿，所以头前是有开，毋是无开啊，要毋过了。迄个开的时阵，大家都无认真，无认真咧开嘛，因为行政院就要修，无要修嘛，吼，行政院就甲伊讲我无要修，这即摆就上好的版本啊，所以哪有啥版本，拢免讲啊，吼，要讲我爱先讲着，财法合法这物件吼，讲20-30档啊啦，我讲这物件我最后只有政治解决，没有科学解决了，为怎样？因为你从精神上来讲，我就甲讲哦，你这关系吼，你。很努力，吼，你努力去创税，你努力增加税收，所以我爱和你奖励，希望大家的财政人员能够越来越自主，你愈骨力的人，你提愈济，精神上大精神上是这样，要毋过实际上就是讲安怎，台湾就有一寡县市就是搁较做啊嘛，做袂到，就先天失调啊，他怎么样他做不到，他只能靠补助嘛，啊，你一个话，一个是。对好的来讲，希望说啊，你奖励之后更好，希望你更自主。啊，另外一挂人是讲我原来只能就他只能伸手，所以两种哦，这两种是矛盾的物件。一个叫做公平性，
一个叫效率性。对啊，啊你这个物件就一定超袂平啦。你用台北市的标准，你讲去什么云林苗栗啦，用苗栗即摆较好啦，你讲云林啦，啊花东啦，吼，伊拍死嘛，伊做袂到啊。所以讲，伊尾啊一定是政治去解决啦。你想讲哦，因为农地如何，我讲，嘿，赶快的面积，赶快农地，高雄的农地甲云林的农地就无共款啦。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讲，敢若分家伙咧啊！你即个上细汉的，你较无才调，啊，较袂晓读册，啊，我分一地啊，互你加一分，安尼，他一定是安尼，毋讲伊绝对尾仔是政治解决，你无绝对找无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因为大家都是无共款啦。我讲上简单的啦，你讲直辖市好，台南市甲上大的县彰化县讲，你那不是直辖市，我人数没有比你少多少啊！我自己的工商业，我讲比你还好嘞，对不？迄阵即马你要安怎比吼？无安尼比袂了啦。但是还佫有一个想法吼，老师你听看觅，就是讲，其实咱的即个营业综合营业税吼，即马拢营业税拢去地方去啊吼，啊去地方了后，其实咱算起来，咱总体这个税基吼，即摆显然看起来就开无够啊！啊，要征税吼，我讲征税，大家就是跳起来，哇，多一个执政党敢去征税吼。但是如果你若税基若加1%，你营业税加1%是一年才加1000外亿呢，加1000外亿，大家都真好开咯，对不对？你大家拢免差，来一人1万，一人1万，这毋是较好吗？对啊，但是呢，征税的部分吼，会产生讲有一寡较善假的吼，你会变做，我感觉是安尼啦。法律上有一个名词或者特留分啦，对这个较善的关系，你就要留1分互伊啊，毋是大顺分哦。台北市拢注定我大顺吼，我这迄个大顺分，无法律无这个名词，法律干那特留分哦，就是讲啊，这个一个部分吼，留互伊。啊，我感觉即届台北市就有影大孙呢。对啦，啊，但是你过去也摕足济啊啦，吼，啊你嘛留我，啊无以后伊若选总统，伊敢会去讲这？啊，伊就大孙啊。嘿，啊我讲你就是大孙嘛，吼，啊你就家己吼，家己讲，无要紧，吼，咱以后大家来协调，吼，啊若规个拢互你摕去，其他拢散屁屁啊，你知啦吼，唔通你吊死啊，啊别人夭死啊。这袂当安尼啦，吼，因为艰苦会足济啦，吼。当然，农地迄有无共款的所在，但是你若来看伊的发展本身，你就是爱留一部分的基础的迄个钱互伊啊。简单是讲安尼，这扣掉了，其他再来分啦。安尼毋才有道理，吼。比如讲你若表现较好的好，啊，你就分一点嘛，互因，吼，啊，这嘛有理啦，吼。伊咁要表现较好啊，但是伊的基础的部分，劣势先处理掉，吼。所以行政院。有当时啊，伊讲安尼讲吼啊，对民进党的关系其实迄甲迄无关系啦。苗栗关过去就是一个，伊都破产啊嘛。小英总统讲袂使，这一定爱互迄个啊甲停。就是安怎伊都袂胖啊，真侪关系是袂胖的呢。迄拢讲因咧讲吼，住伫咧家户病房的呢。哦，甲比如啦，讲伊都无钱住伫家户病房。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吼，无一定是出现在苗栗关哦，其他的县市嘛有相当的情形。虽然新北市可能较无啦吼，我所在真侪，譬如讲河川治理啦、大圳啦、排水沟啦，这种代志，地方哦，毋是无钱哦，是地方的人手无够，无法度有这个专业知识来发包哦。所以有诶，佫等候河川局哦。我有诶是安尼哦，新北市。其实我感觉讲吼，侯友宜吼，伊做市长做7年啊嘛，啊进前佫做副市长，应该是讲咧能力的部分，我是感觉讲应该是还好。重点是伫咧讲一般补助甲计划型补助的这个部分。安怎讲呢？因为表面上吼，一般型补助吼是伊是讲行政院是讲袂使。比去年较减较少就对啊啦，但是呢，伊就开始摕即个计划型补助来甲你刁难，来甲你迄落，都爱看人明显的这意思，就是讲这计划型补助吼。中央政府是讲啊，我就真正无钱啊。啊，你
但是即马咱迄个超征税收啊，超征税收应该是有钱才对啊。那超征即马一个人拢会分1万块呢。啊，我的意思是讲吼，1万块嘛，毋是基金党提出来啊。对啦，啊，我的意思是，这重点是讲中央毋是无钱，但是伊即马就变做讲，伊的即个分配的部分，甲你啥物，伊即马中央就是啥物拢要杀好，拢是因为恁摕即个。恁要分吼，各管区要分，所以讲咱中央才无钱啊！但是讲，议员，我是建议讲，咱即摆摕解药啊出来，咱即摆摕解药啊出来，咱不卖个讲因为时间好，因为时间即摆足急的，吼啊，所以讲吼，咱爱行政院爱紧甲版本开出来嘛，行政院你版本开出来，你无开出来，连基本咱的讨论拢无办法讨论，因为你的版本无开出来，啊，咱要安那来做啊？而且吼，我是感觉讲，即个咱就亲像咱主持人讲的共款，咱嘛是爱有一个公式，就是讲加上咱即个过渡条例啦。你过渡条例，因为即马眼看就要。即马9月啊，时间就要白付啊！啊，我咧摇啦。我真好奇，恁意思要安那骗呢？我咧摇，我即马摇一件代志，我是感觉讲吼，伊行政伊吼，就甲你拖到上尾即个上尾的时间，才来甲你讲。啊，你要接受啊，无爱接受，迄是你的代志。就是讲即马。用这个手法，用这个策略就对啊啦！我是安尼拖到上尾才来讲这个。这对行政院嘛不利啊，这敢有好处？哇，伊就是你要接受无接受。对议员，你敢有认同老议员所讲的，讲行政院就是要拖到上后尾无爱来准煞？啊，咱头阵咱副志雄一直有大家讲到就讲，行政院为什么讲这个版本目前的版本是上好的？咱去思考就是讲。大家也互相要提出对家己上有利的，你也无才调去做一个整合，有时候一动不如一静啦。所以有可能当时感觉讲啊，你也搁要去敲测讲，这也要平均遐，要平均遐，要遐照顾到。安尼虽然无满意，但是大家勉勉强强搁有法度接受。那即摆主持人讲的就讲，这个代志我嘛主张讲爱紧来修法啦。你无修法。你预算放伫遐，伊即摆就是有一个缺口待处理嘛。啊，你讲我从阮台中市议会9月15，伊的预算书已经搁送入来，因为伊搁有调整过一届。那阮嘛是会照即个版本落去审查。啊，但是因为审查的时阵，咱一般的议事定数审查到伊即个预算3读，可能爱搁到12月。哦，啊，所以这个过程内底。政治上啊，所以恁即摆编的拢是用原主笔来写，还是用鉛笔字先写者？无，当然文书作业拢已经有作业。我是笔录啦，我意思是讲先准的。是，不，这个版本真是，即摆是有345亿，啊无再调去分，啊，迄个就先坑的啊嘛。但是伫迄之外，不管你满意无满意，拢有一个版本的数字出来啊嘛。即摆是安尼，咱即摆就是。法制上、预算程序上，咱就是针对即摆这个版本，就市议会角度，咱就是做这个，就是即摆这个版本嘛。因为这嘛是主计总处迄边已经互各管区这边伊的一个试算的这个试算表拢已经有出来啊。啊，当然你讲大家接受唔接受？你讲像台中市就好啊。台中市讲啊，伊安尼吼无公平，爱搁增加。但是台中市伫每年度。咱的这个中央包括这个普通统筹、一般补助、甲计划型3项加起来，嘛是1113亿，这嘛比咱今年哦977亿搁较悬啊！哦，啊当然每一个人花家县市长都希望钱会当增加，但是我主持人报告，咱钱增加了，咱要做啥物工课？全爱一致嘛！你即马。新增的包括你讲像台北市，讲实在，台中嘛是有城乡差异的所在，所以啊，徛我台中市议员，我嘛真歹去思考着讲，啊台北市搁一年搁要增加400多亿，啊伊是要做啥？啊，阮台中连这个蓝线，阮都搁在努力咧。啊，台北市即摆捷运路网嘛已经较普及啊，伊搁要做啥？所以我就跟他讲，咱去思考有限奶哦。哎呦，咱啊去思考着讲。财政收支划分法当初咱的这个精神，咱或者原则就是讲，咱要均衡台湾的发展嘛。啊，咱也爱补这较不足的，哦，啊补不足，啊，就大家扭起来，啊，互咱台湾平均的发展。啊，当然台北的好，咱袂去否认嘛。
啊，但是你台中阮第二大城市，阮嘛真侪要搁加强的啊。阮的捷运路网，阮的这个经费嘛爱增加啊。虽然卢市长讲哦，啊，什么交通部啊，因为今年吼核定咧42亿，啊，即马要补伊一个，讲这吼伊目屎要流落来。但是其实话袂当安尼讲的啦。核定的这个经验伫遐，但是你发包的这个期程，你都再个陆续再咧发包的，咱即嘛是讲你正道到道，啊，交通部就带你核拨到道。总预算大家提出的需求拢伫遐都框住1600多亿，现在台中市政府家己因为这个机电表，伊佫家己这个先斩后奏，啊，就佫来你追加300多亿，啊，但是这公共建设咱拢希望伊会当做好啦，所以我感觉讲，大家莫伫遐讲吼，为了这个政治上哦，大家是拿得力的这个思考，其实人工大家拢有可能。无共政党做中央执政党啦，哦啊，其实咱希望的是咱的财政会当稳健，这才是重点。好是，咱来看这条主计总处8月29公告修正，中央对第一市及县市政府补助办法一般性的补助，应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基本设施、该例行其他经常性、普及性、基本建设等项目。未来地方需提出申请了后，由中央各主管机关来核定啦。这意思是讲，产人无钱啊，恁遮是说已经大汉啦，分家以后你若要来讨钱会使，来，你若是教育，你找教育部，我再来核定，你有钱要做啥物代志，再来开，其他的，我即摆统筹分配，看恁家己来处理。这个精神应该是地方自治的精神咯。这个我拄仔讲的嘛，你看这数字就知影嘛。即码是讲，你看伊补偌济，我你个抬偌济嘛，我抬转来嘛，对无？抬转来了，我甲你讲，你这物件你大概爱申请，是讲这安怎？我钱抬转来啊，吼，你过来这钱过来再回来看我脸色嘛。这就跟你财划法的精神就是地方财政自主的精神就无应该是安尼嘛。你应该是讲。我钱予你啊，一寡物件到底哪些权要放下去，哪些事情还是我中央继续做？就不是啊，你后盖逐条来啊，每一条来看我的面色啦，你这个物件你袂当讲，你行政院袂当讲，我即马无钱啊，所以拢抬你地方的，我中央拢袂当抬。我替伊想一条，讲无钱就大家来征税啊。你即马甲我讲，你地方的拢会当抬，我的内政、外交、国防、教育，我一点拢袂当减，靠有这种道理，散拢散地方，中央袂当抬，这心态有问题嘛？我就拄仔讲的，你即马不第一个，你总态讲迄这个上好的版本，你去问看觅22县市都一个县市你同意的，陈其迈甲讲我原来摕就上好，搁较济我嘛无爱，还是说黄伟哲刚安尼讲，毋是啊。而且为现实上来讲，你基本上就是回不去了嘛。修就是已经修了，你回不去了嘛。你说我们退回到卓荣泰讲的那个版本，你看到一个管区就没来讲好，无可能嘛。所以你基本上行政院就是说，较紧提一个版本出来，大家开始讨论。无你安怎？你基本上继续甲我讲你第一个，我跟行政院跟立法院对抗，都是立法院的错。然后叫蓝的县市长跟绿的县市长大家开嘛。你代志袂解决啦，我就讲回不去了啊。你即摆就摕一个版本来，大家至少开始讲嘛。即摆是讲了无咧讲，然后讲你迄唔好，迄唔好。我是真希望咱是想要一摆来谈这财政划分法啦。这观众朋友听了就耳仔生烂啊啦这请蔡老师即马卡到什么代志是安怎？目前即摆进度敢若停伫讲等来讲的了后，看起来执政党嘛无要摕版本毋是行政院版本，是党团嘛无啥物动作的，即摆已经开议啊嘛。对，就是讲，比如讲我摕我的版本啦，但是最后过毋是即个啦，而且有当时来讲有道理的。照你讲有道理的，你来参考一下大家合作伙来用，通常毋是安尼哦。立法院真上大的就是南北的多数，因讲安怎就是安怎，
唔对，嘛要甲你讲到对。其实哦，老师我小甲你查下，其实我有看过这个白，这个民众党因的版本，因的版本内面有一个真算作袂歹哦。但是唔是过迄个版本，啊是过国民党的版本。内面有部分应该是出长补底，出长补底。紧胖无好势啊，紧做无好大家。这件代志吼，2、3个月嘛讲袂出来，足简单的道理，因为吼这足复杂的啊。啊，你着爱较延长这个时间吼去讨论啊，吼。啊，你讲中央吼，意思讲你一般补助袂使减少，我问你啊，是要去多少钱要卖货呢啦？都无法度，因为都大部分地方摕3700亿去啊嘛。啊，你摕去了，你就摕部分出来看要开啥物物件，你当去做运用呢？过去你无这个钱，你就法度啊，对不对？你是来做一个运用的，逐项事项拢要爱中央，吼。啊，中央讲我手头啊拔出来，这大细机我这。处理的囡仔才老师，他都要何时后讲到一项，因为中央你嘛是预算在碰撞啊，啊你嘛是爱小下来算一下讲，啊你若无钱，啊无就这个部会，目前即摆这个钱小捏起来，啊等互伊，袂使讲完全拢我下掉。伊的意思是讲啊，国防外交、公共卫生，其实我讲有个中央的事务吼，迄个物件毋是讲啊，这来互地方。我迄无法度安尼做，因为吼美国就是捌出个这状况，就是州吼权力伤大啦，结果州甲州的之间的代志无法度做啦。所以中央政府上重要就是讲，伊要去做遐代志，迄毋是讲为着民进党的预算，因咧观念拢一直咧讲吼，我要抬民进党的预算啦，毋是，迄是咱人民的预算，莫去讲抬民进党的预算，迄甲迄无关系。因为是要开予人民的。你咧抬所有的是抬人民的医生，唔是抬民进党政府的医生。无啦，我是讲大家免条件钱拢伫的啦。我补充一下啦，我就是讲刚今嘛吼是开认真讨论这时间这代志好时机啦。哈，因为国民党今嘛咧想讲，我台南高雄屏东我拢希望嘛，对不？所以讲，伊讲他不会从蓝绿的角度去考虑嘛，说我台北爱好，你高雄爱无好嘛，对不？啊，搁一个财政较歹，拄仔讲苗栗分林嘛是在国民党咧执政嘛，对不？所以今嘛是会当去好好讲的时间，吼。要毋过你今嘛是中央跟地方，你中央政府的心态要改嘛。我拄仔讲的，你想讲计划分配款这些物件，理论上来讲，这东西你是要压低啦，吼。你地方政府才知道说，我有偌济钱，我来让规划我要做啥嘛。你袂当讲我做啥物件，我拢爱看你的面色嘛。除非我做捷运这种大工程没话讲嘛，对不对？啊，其他的物件一定讲希望要回到地方越多越好嘛。啊，冇今嘛行政院跟赖清德的想法就不是这样嘛。伊讲想要抓咧手头嘛，这心态有问题嘛。来，米宏委员，因为拄则伊拄则讲的吼，咱单老师讲的，就是讲，因为今嘛吼，亲像今仔日吼，交通部长伊就讲啊，伊讲阮本来有1080亿会当用，啊，但是今嘛吼。中央分配，甲咱1000亿收转去啊，讲要分互地方安尼，啊用即款的理由，啊就讲啊，咱中央无钱啦，安那？其实我感觉，即我做一个比喻啦，吼，亲像一个家庭有趁钱，啊爸爸吼就甲遮个钱吼当做即个零用金互囡仔，啊爸爸就讲啊，我无钱，我巴肚枵安尼。啊是爸爸，你巴肚枵是因为你钱互囡仔做零用金，啊你讲我巴肚枵，啊袂使安尼嘛？你爸爸你有分配即个权利，你应该讲你甲钱好好分配哦好，啊你袂使讲啊我因为我分配互囡仔，啊变做讲我家己巴肚做枵的安尼，毋是安尼讲，而且即摆分配规则是算作应该是即摆是国民党加民不分配规则即摆是。国民党甲民众党咧规划呢？吼，我要讲一句话啦，就平心而论啦，咱地方的预算甲中央的预算真正是杯水车薪啦。安怎讲？咱地方的预算总共加起来才10几%尔呢，10几%。啊，中央的预算80几%呢。啊，中央你讲每一个部会，啊，即马搁超增，啊，即马搁有钱嘛。啊，你为什么讲你袂当讲，互地方讲莫安尼为着这个钱，啊，搁这？县市长讲去甲你拜托，啊去看你的面色，啊拜托者每一项事拢爱甲你看你的面色来甲你拜托，安尼你所有的权利拢要抓咧手头，安尼敢对？这摆的修法，我基本上是肯定这个方向，就是爱对着这地方自治的方向去行，啊回归着种地方你本队就要有钱，但是细节要来修吼，这我是爱请这位。
议员吼来讲看卖，就是讲你看这张表吼，你看恁屏东市，同款是执政党的这个周春美，伊咧执政啊，伊即摆现不现，伊就减4个人业绩啊。啊，显然伊嘛会爱啊，伊嘛会爱啊，那中央嘛是爱处理啊，毋是讲啊来去来后头厝我个塞卡个你嘛毋是安尼啊，对吧？所以咱咧讲着讲即届的即个财划法的修正吼，第一部分就是讲中央已经搁提出的即个4165亿，即个部分就变做由普通统筹分配款拨互各县市啊嘛。即个部分其实头阵大家咱拢一直聚焦讲啊，一般性的即个补助、计划型的补助，但是就拿即个表你小看，其实中央对地方的补助是3大类嘛。第一就是讲普通统筹税，迄个分配税款，啊，这个部分各县市拢是增加的。那因为你这个部分增加了，当然饼就是较大嘛。过去这寡钱是中央拨予地方政府，啊，所以地方政府来做这个政策的推送。那即摆中央把一大部分的钱先统一拨予你，叫做统筹分配税款，普通统筹分配税款。所以你其实咱即摆要讨论的，就是讲，唔是单讲啊，你无去看到讲你灵活运用，还是讲你本来你的这个财政啊，这个税入哦，因为普通统筹税款会增加，你要做啥？你敢有去思考到？啊，当然你头先讲，歹势，我小甲你拍断一下吼，我甲你请教，台中市议程已经送入来议会啊嘛。对。你有看到这个统筹分配款有新的做法无？因为既然较济了。无。阮到即马也嘛无在调讲，即马就去讨论规划。不，因为伊即马的预算的科目着啦，科目就是照过去，你年度你要做啥物的预算，你就去做嘛。所以咱即马你讲你看到讲因新的，我即马就要讲啊，市长人讲你增加295亿，啊295亿要做啥？要做啥？佫无规划。不，都无安尼针对安尼提出来讲嘛。所以我感觉讲，就公职做个差步，不，所以我就意思就是讲，这个物件拢爱，头阵蔡教授讲啊足对的啦。这个代志唔是赶火车啦，我一直强调讲，咱有才调有机会做这。这我想袂晓，你市长，比如新北市议会议程已经收到啊吧？医生是收，因为吼，这拢是每一年吼，拢是依照过去，迄往年的这个预算，咱来做一个编列。啊，就行礼礼仪啊，尔。嘿，对，但是即摆问题就来啊，咱若行礼礼仪，啊，敢有钱？统筹分配款是假啊，假佫无规划。无，但是表面上是假，但是一般都是表面。但是咱即所有，比如讲，咱新北市哈尼济，这3环3线，现在即摆愈来愈侪捷运咧起，是毋是爱做侪钱的？啊，中央就甲伊讲，我即摆我就预算。所以按照规矩安尼卖偏，是这个意思吗？啊，变就是变嘛是爱变，但是负债都爱搁较负债，都爱搁较济啊。啊，变做讲咱地方的负债都是爱愈来愈济安尼啊。我好奇就是讲，我这分家，我这分出来，我无爱住中华东路，我家己搬来10几，啊，结果我加290亿，我放伫西卡，放伫遐，无来规划，是这个意思吗？咱拢是爱先预算，因为前一年都爱来规划啊，所以咱一定爱头前都爱先规划。但是问题是讲，咱规划的钱敢有中央会互咱？无够额，所以规矩都卖话，是这个意思吗？规矩卖话是。无甲这增加的物件插入去这预算书内面。你增加无办法增加啊！即摆若中央无爱互你钱，你要安怎增加？好是，这是什么情形？即摆都应该说。多数的关系吼，可能都不敢想说我会增加多少，所以拢规矩拢照原在。有诶，不是原来我有一寡吼，原来我就是一定爱用诶，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弱势啊，什么物件，够用，弱势，他料的他满，他不用做新的啦。我跟你讲，不确定他有多少钱，你起码卖想讲，哦，各管区是突然天上掉下一笔钱来，对你来讲不是啦。好，不是我天上掉下一笔钱，我起码就好个啊，不是啊？对个管区来讲是，我起码是个甲去年可能较好一寡，好，无一定我想你不是讲迄屏东，无一定我看较少咧。
我那想那敢去规划啥物嘉义件？县加92亿呢？就今嘛就讲，你今嘛哦，你行政是安尼讲，啊后壁修法到底怎么修，我唔知影。所以你今嘛就讲上保守的做法，我现在大手大脚去规划一堆，钱无来是要哪做？所以一定是一定是照，所以因地方就是变做安尼一咧应用。定是照旧年的吼，旧年的这物件我会当做会到，吼，我就阿弥陀佛啦，吼。你因为我都要讲嘛，就是你理论上来讲，要地方有个明确定感，说我手上有多少钱，我知影我们做啥物件吼，我敢安尼罢了啊！老师，你即摆还你好，各位听都是换正手啦，对啊，这就是伊其实迄个饼就是较大，水龙头就是较侪水，有摕较济就要较低种的。无啦，有人无退掉那是的吼。表面看起来，甲底下是私底下计划成了，甲你减就对啦。